水，五月一鸣旗，玉兔不捣药，捣起拔，将12生肖动物的印象特性融入客家元素，变成客家12生肖，是年轻的纸艺达人黄志豪的最新作品。用铁丝去支撑那个纸这样，不然纸再怎么坚固，说实在的，你如果把它做到这么大只的话，它本身会被纸的重量给压垮。像这个马的头，我大概就慢慢雕，就是雕了1天，这样慢慢用手把它捏出来，这样做到肌理神韵都到位，黄志豪花了大半年时间，成就感不止在多完成一个作品系列，还有过程中对土地文化的进一步了解，还有一些纸伞啊，还有一些什么火棒龙这样。因为我们以为是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文化，汉族文化，事实上有一大半都是从客家人那边发起的。小时候因为没钱买模型，用纸自己动手做，自己摸索，没想到透过指尖摸出一条不同的创作路。他说想做这个，又想做那个，干脆都组合起来，于是作品可以变脸、变身，像变形金刚。有点像是在玩拼图啦，等于是，我先把这个形状可以摆在哪里，这个地方可以藏在哪里，最后再把2件作品结合在一起。神话动物、电玩怪兽，还有卡通动漫美少女，黄志豪已经累积100多件折纸作品，专注在纸艺上求精进。纯手工的纸艺品，对不对？可以记得当做的后，记得嘞。花多久时间完成的？不记得，忘记了。灵感来的时候想做出来的作品会比较好看，我个人觉得啦。别人以为的天马行空，黄志豪运用创意和精湛手法，具体展现了折纸艺术的多变世界。自己玩得开心，也让人目眩神迷。上课喽！我会记得张做得好，唔记得嘞。我会记得张做得好，唔记得嘞。谢谢钟宇老师。